这个母亲节，若要送妈妈康乃馨，今年嘛真无俗，一束平均的挂价标破100块，讲22年来都是今年上贵。上主要是今年康乃馨的产量少，季节的需求阁增加，才会来起价。咱就来看，还有啥物花嘛适合伫个母亲节送予妈妈。 去花店买康乃馨剪用花，要送予妈妈，红的粉的拢有。今年上流行的是带柑仔黄加香槟的色水，不过价小拢无相。市场的供需的关系，所以可能价钱有一些波动。5月初5到初8，康乃馨剪用花平均批价小110支超过100块，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130块，起码4倍。这是22年来同期的新观点。若是讲要包装好的剪用花。 台湾生产的中的一蕊50块，美国进口的大蕊的一蕊要100块，价小无俗，因为产量少，需求量增加，这拢是主要原因。去年因为供过于求，差不多2块钱左右，是血本无归啦。今年价格差不多8块左右。较早卖酒店的拍出免费送剪用花活动，今年成本虽然变较悬，也不过同款有餐厅业者免费礼送，另外佫家己做的鸡卵糕甲点心，互妈妈欢喜一个。 虽然说今年的价格有些波动，但我们还是会维系这个，希望可以让妈妈很开心的过这个母亲节。康乃馨剪用花变遮贵，嘛会使经代表福气，佮换了比较较贵的蝴蝶兰。母亲节不一定爱开大钱，发挥创意，嘛会使表达心意。